总公司接尾价。今年的头奖是一只美玲的，大家同事拢真期待家己会抽到。抽奖的气氛甲场面实在真紧张，阁刺激。头奖是等下抽的，当当迄张摸彩券摕互抢礼，要互抢礼报互买的时，现场是点啾啾，抢礼报28号刷，规场大家是喝彩兼拍扑啊。得奖的拄好参我坐共道，伊是欢喜甲三骹走两骹跳。伊讲透死人头一遍才好运，三骹走两骹跳，嘛有人讲三骹跌两骹跳。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欢喜乐痛的时阵，哪行路哪跳的迄种情形。嘛有人摕来形容囡仔当学行路的心，摇摇摆摆的迄种模样，食古水